就好，別怕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醒醒！月公主怎麼辦呀？舒兒，你還疼嗎？好多了。禀報微后，舒公主雖說受了傷，但並無大礙。要說舒公主也是有福之人，若不是月公主及時將毒血吸出，再用牛舌頭草敷在傷口上解毒，恐怕真要費一番周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母後，今日虧了月妹妹去取東西，路過後花園，捨命救了舒兒。是啊，奴婢平日看那軟鞭也礙眼，誰知今日倒還派上用場了。算芈月对我舒兒有心，以後就讓她守在我舒兒身邊，也有個照應。珊瑚在，一會兒到我那兒拿幾件衣服賞給芈月，看她穿的，哪像個公主，簡直就是個野小子。是，母後，月妹妹穿成那樣也是迫不得已。她每日擦地、拔草、掃院子，還能穿什麼像樣的衣服呀？我這麼做也是為她好，想讓她歷練歷練。既然擦了那麼長時間地，那就不用擦了。玳瑁，讓她以後跟着舒公主多學點規矩。是。月兒，姐姐，来。3月後是宫中的祭祀大典，那件用作少司命祭舞的禮服就快做好了。我糾纏母後多日，她才允諾我可以去宮外的織坊看看那件禮服的模樣。你與我一同前去。等過幾日禮服做好了再看，豈不更好？誰真想看那禮服的模樣了？自從被蛇咬了，日日關在屋子裡養傷，悶都快悶死了，就想出去透透氣。那說起來，織坊仍是無趣。若要透氣，還不如去織坊邊上的東市，那裡稀罕東西可多了。話是這麼說，但母後能讓我出宮已實屬不易，而且她特別叮囑，說近日郢都不大太平。出什麼事了？一些越人故意滋事，越人最記仇了。父王伐越時，殺了他們的越王吳江，其遺民四散各地。這2年，他們又出現在郢都，屢屢滋擾生事，很令人頭疼。你我哪有那麼好的運氣？一出門就碰上越人，何況月兒的鞭子也不是吃素的。那就算沒有越人作怪，母後派了那麼多人跟隨，想去東市，恐怕很難。這有何難？只要姐姐讓綠蘿去準備2身尋常女子的衣裳就行了。讓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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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！快點！快點！讓開！讓開！讓開！快點！快！讓開！讓開！讓開！快！讓開！哎呀，這是你公主啊！這陣勢，該是你公主吧？姐姐。我们會在織坊耽擱1、2個時辰，你們就在門外等着吧。是。是啊，2個還都是美人呢。姐姐，快走！难怪人人都說楚國富庶，這裡的確比秦國發達。車水馬龍，人流如織。這裡人太多了，摩肩接踵。臣弟還是更喜歡咱們秦國的集市，尊規守纪，井然有序，哪像這裡
混亂不堪。说的也是啊。哎，都来看一看了啊！不过呀，做生意还是人多了好。哎，说起生意一事，臣弟已为王兄打听到楚国狄公主的确切消息。说来听听。那狄公主名叫芈姝，据说贤淑端莊，是諸國狄公主當中難得的美人啊。看來寡人運氣不錯。不過這秦楚聯姻，還需要相宜之人搭線才能成功。王兄說的是，數年前，我與上官大夫靳尚曾在魏國相遇，也算是舊日好友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又誅裘無怨，不妨先用他做莊來待。大白兔，哎，看过兔子吧？兔子啊，看着是葫芦套，是吧？啊！王兄，你看那邊，那邊過來的兩個女子，倒是很有幾分顏色。個子矮些的那個，身上有種女子中少見的英氣；高些的那個舉止嫻淑溫柔，該更合王兄的口味吧。哎